下这个我们蔡姐是给我们慈悲开始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恭请姐是慈悲，前到一躬，蹲到一躬，点是好，天堂是好，请坐下。好，第二点，好，各位优秀的伙伴，各位前贤，那大家早安。天堂是早安。那今天候选人，那么真的站到天师的话，老先生慈悲，他觉得是正确，那候选人是对。那么利用大概100分钟的时间，跟大家的探讨如何快乐的那么修办子那讲几个故事。几个笑话，我们就下课，好吗？是，很高兴，大家快乐吗？快乐，你快乐，因为你没有跟我互动。如果大家都快乐，如果大家都幸福，你会讲到你的人生的，他跟人生的高中是指日可待。可是有一些包括教授，包括博士。如果来到我的办公室，那不快乐。有一些的，那么真的是当处长，到我环球科技大学健康学院的院长办公室，他说我真的很需要身心灵的健康，因为他不快乐。处长，而且是 level 是很高的，是台寿非常高 level 的，心脏不行，肝不行，胃不行。因为压力太大，现在忧郁症、躁郁症，所以你说你是高学历的，你是高学识的，你是富翁，有一些人真的是不快乐的。我请教大家一下，快乐跟喜悦一样吗？不一样嘛，4个字完全不一样，怎么会一样呢？我们很多人一直在追求快乐，可是追求的那种外在的快感。乐极生悲，快乐、喜悦，它是哪方面的？发喜跟常乐。你现在有喜悦？不要考虑那么久。所以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走下来吗？站在你的前面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不知道。那这就是有缘。因为我靠不过去了，这是很自然的嘛。很好，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或许现在会站在这儿？你为什么会在坐在这？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你就是放下。很多人到现在呢，我看到了你们的脸，你们放不下。为什么我会问你这是你也放不下？因为你刚才就是在想很多事。每一个人都有2个时间，叫时钟时间，还有心理时间。因为我学研究心理10几年，我拿了不仅心理咨商师也是快20年，催眠师也是快要20年。所以你要了解到，了解到了心灵、身心灵这一块越深越远，才发觉到我们人都一直执着在外在的这一些。活在过去，你看有一些人频频点头称赞道：“我昨天晚上睡不好。”你昨晚困了不好，你今晚听我的课，只有点头的份。你若讲其他你要来听我的课，你怀着一种喜悦，不是快乐，是喜悦。我今天发起我的心灵的能量各方面可以提升，你的态度不一样，跟着或学练习，心态决定状态，心态决定状态，状态决定成败，状态决定成败，心态状态，状态成败。或许看你现在听后学的课，听
就可以知道你现在的心态。你的能量，态度的态就是心，上面是一个什么？人，心的能量。你不能够用简体字哦。心中太太叫态度良好。能量，你这一辈子来的使命是什么？提升你的能量，不然你白来了。你不这个肉体要住到这个肉体很难呢，排队呢。盖这种房子的越来越少呢，建筑师都不盖了呢。随便问你们一下，你们还要生吗？少子化了呀！盖房子的建筑师愈来愈少，你讲歪起厝啊，所以要租厝的愈来愈多，租无啊无厝通租。所以年呢，上天的各洞各府的神明先锋要下来，我吹无厝通住。哎，哇，这个是一个 big problem， 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但是你起码已经做到了，男的帅，坤道的美，眼睛就是眼睛，你看鼻子就是鼻子，你看多好用，还有脚可以走来我们爱想。你看你心中充满了爱，然后呢表现出来又那么祥和，爱想是吗？你不要问我什么叫爱想。成立已经1周年了，不是？不简单的1周年。你们应该呢把握我们这个肉体，咱做来不简单。有一款人安尼啊大落去，出世就是猪了嘛，啊无偌久就死去，就这样换出去了。那个是一件呢非常可惜的事儿。爱跟喜欢都是不一样的。你要了解到，爱跟喜欢一样吗？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因为你们都在看着他，所以我在问你们，你们绝对不会回答。你们很容易就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，风吹草动那个话，你了解没有活在当中。你们都是活在心理时钟的过去，时钟过去，活在未来，活在过去，那么沮丧。以前早知道就不要怎么样啊，衰哦，我是在万安哦，哦，我是在有够咯，然后一直活在未来的恐惧，很怕未来会怎么样。我假如考试考不好，我假如投资生意如果不好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结婚，如果我嫁错郎，变成野郎呢？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呢？你根本没有活在当下嘛！你头脑不清楚，你怎么会快乐？你怎么不会喜悦？所以一个70岁的70岁哦，你不简单活到70岁，还是坤道，还是坛主资深的。听完后学的课了以后呢，过了没多久打电话给我。然后呢，我就叫起来，喂，你好，教授，我失眠了。我说你不用解释，清晨1点还会打电话给我，不是失眠是什么？绝对不是想我。清晨1点打给我，然后说的教授，睡不着觉了。你可以售后服务，售后服务干嘛清晨1点呢？因为我睡不着觉。你不是说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一定要帮助？我现在是最需要，所以教授你没有理由去把我挂电话，因为你一直强调啊，要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满足别人最大的需求。我说。你的问题，你有什么纠结？你有什么心结？可以跟我分享。啊，
世间那了话哦，你看报纸拍开哦，毋是囡仔，家己囡仔害妈妈哦，就是害阿嬷哦。你看卖迄个政治人物哦，政治人物哦，乌白来哦，讲一套做一套哦，听得那一些名嘴啊，拼威高哦，混袂去哦。哎呀，乌暗哦！你看生的三个后生哦，母亲节都跟自己的太太庆祝哦，不跟我这个妈妈庆祝。乌暗。见到迄个老公都70外岁，一到拢是外口咧拍拍照哦，有够拍的，乌暗。结婚了时阵去碰到迄大家大官哦，我是头了8辈子没哦，叫因做产互你，做夫做马哦，乌暗哦，害我肝拢歹去哦，乌暗哦，我的面拢一直乌去。好在何家在一个会吞口水，我就利用他吞口水。他吞口水就不能讲话，我就马上说：“这位太太，如果你把自己点燃了，你把自己发光了，那你看四周围的人事物，你看四周围的环境，伊是乌暗还是光明？”你知道那位太太就会说：“祝福教授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甜蜜的梦，晚安。”伊若阁继续阁较乌暗，伊就是欠推，听无人咧讲话。人一定要智慧的，不是聪明的。跟他互动了很久了以后，才知道这一位70岁资深的坛主，其实学历也蛮高的，但是就是在一行变一行，一直在抱怨，一直在抱怨，他人生其实没有快乐。因为他一直往外，他没有往内。我们人最怕的就是你一直往外去追逐，一直追后，连那个大追星，啊，你没有睡觉还在排，你不会屁股一听啊，一直都靠我，从来也没见过，啊，就是这样子在追。这一位70岁，跟他互动了几次以后，才知道，伊的大家大官已经失去20万了，你知道吗？伊的大家大官已经失去很久，伊也是水哦，碰到这个大家哦，这个大官哦，害我的肝拢歹去哦。为什么你的心里始终一直都在过去呢？根本没有智慧，真的都是自己以为了不起，头脑不清楚。你永远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会先到。或许再讲一次，你永远都不知道意外仓明仔明天什么的哪一个会先到。后来的话，我在国立成功大学当学务长那么多年。你知道我处理过几次的死亡事件吗？成功大学